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举行海军阅兵式，以纪念俄罗斯海军成立325周年。他乘坐快艇参加阅兵的军舰形式，就在海军节向海军官兵表达祝贺。他还发表讲话称，俄罗斯能够发现任何水下、水面、空中敌人，并在必要时对其进行不可逆的打击。中国吉林省长春市一间物流仓库发生严重火灾，多人为避闪大火坠楼。据官方通报，这起火灾至少已造成14人死亡、26人受伤，重伤12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土耳其国家女排在2020东京奥运会开局良好，他们在国家队的首场比赛中以3-0击败了中国队。土耳其国家女子排球队在2020东京奥运会 B 组首场比赛中以3-0战胜上届奥运冠军中国女排队。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海利支持抵制2022年北京奥运会。在美国准备参加东京夏季奥运会的时候，海利明确表示，美国应该抵制明年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以回应中共对维吾尔穆斯林和东突厥散地区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权侵犯。美国政府已承认中共的人权侵犯是种族灭绝行为。他近日表示，中共想通过举办奥运会来宣传其巨大胜利，美国应站在最前列阻止他。据路透社报道，周日中午在浙江舟山普陀沿海登陆的台风烟花，在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后，依然在龟速前行。中央气象台预计其强度逐渐减弱，将于周一上午在浙江平湖到上海金山一带沿海再次登陆。受台风影响，进出上海的高铁航班仍大部分停运。阿尔及利亚医药工业部24日表示，阿尔及利亚将在当地开始生产中国科兴的新冠疫苗。声明指出，中国专家周五抵达了东部康斯坦丁的国有制药集团赛达尔，检查生产科兴新冠疫苗所需的设备和材料。东京奥运会男篮小组，美国男篮以76-83不敌法国男篮，首战失利。这是美国队自2004年输给阿根廷后首次在奥运会比赛中输球。